诗篇118篇24节说：“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站立起来，我们一起来敬拜上帝。这是耶和华所定日子，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耶和华已战胜仇敌，战胜仇敌，全地大声欢呼。这是耶和华所定日子，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耶和华已战胜仇敌，战胜仇敌，全地大声欢呼。耶和华是我力量，我心中一切的盼望。耶和华是我的诗歌，又是我的拯救。神子民行走全地，把好消息宣告你的名，高举的神的旌旗，我们称谢你是我神。所定日子，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耶和华已战胜仇敌，战胜仇敌，全地大声欢呼。这是耶和华所定日子，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耶和华已战胜仇敌，战胜仇敌，全地大声欢呼。耶和华是我力量，我心中一切的盼望。耶和华是我的诗歌，又是我的拯救。神子民行走全地，把好消息宣告你的名，高举的神的旌旗，我们称谢你是我神。耶和华是我力量，我心中一切的盼望。耶和华是我的诗歌，又是我的拯救。神子民行走全地，把好消息宣告你的名，高举的神的旌旗，我们称谢你是我神。弟兄姐妹，我们要来赞美我们的神是怎样的神？是使你得胜的，是使你胜过黑暗权势的，是拯救你的，是宣告好消息的，是让你知道说被掳的要得释放，那受压制的要得自由的。他与你同在，他就能够帮助我们进入到他得胜的里面。弟兄姐妹，我们要一起来读上帝的话语，在诗篇56篇。我们要一起来宣告上帝的话语，说：我信靠上帝，颂赞他的应许；我颂赞上主的应许。我倚靠上帝，必不惧怕。血肉凡人能我怎样呢？上帝啊，我要向你还我许下的愿，我要向你献感谢的祭。因为你救我脱离死亡，使我不至于惨败，得以生活在上帝面前，在那是生命的亮光中。感谢主，我们最近在读以斯帖记我们看到神隐的上帝，虽然没有看到他的名字，对不对？但是我们看到从面临必死的那一日因着他们同心和祷告，他们进入到神的同在，进入到神使他们从死亡然后复活，好像这样的一个场景愿主来帮助我们，透过这一段的经文，让我们知道他是拯救我们的。你知道牧师之前跟大家分享赞美就是带领我们进入到神同在，还有他带领我们进入到他的得胜，进入到他的医治，进入到他的供应，进入到什么？因为他宝座设立在这里，你向他求，他就赐下他要给我们需要的。弟兄姐妹，
邀请大家开口同声来赞美。当我们同心合一的赞美的时候，神的宝座就设立在这里哦，表示什么？他与你同在，所以他爱你，他愿意来将天上各样属灵福气赐给你。所以我们一起来开口同声来赞美这位神，是拯救你的、供应你的、医治你的神。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赞美你是我们神，赞美你是我们主，赞美是幸福的源头，赞美你是生命气息的主，赐给我们有智慧，能够经营我们的生命。谢谢主，让我们进入到你得胜的同在里面，进入到你供应的同在里面，进入到你医治的同在里面，进入到你所有的丰盛。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当我们赞美敬拜的时候，就是尊你为大，尊你为我们的主，尊你为我们唯一的幸福的源头。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拯救了你的百姓，你今天也拯救了我们，把我们从黑暗的权势被掳掠的当中，赐给我们自由，赐给我们能够有盼望，赐给我们能够成为丰盛的子民。我们感谢赞美你，在每一次的赞美敬拜的时候，就是带领我们进入到你的应许里面，带领我们进入到你为我们征战得胜里面，带领我们进入到你为我们预备在那青草地可安歇的水边的这样的一个平安的场景里面。愿你来赐福，当再一次来赞美，再一次来敬拜你的时候，主啊，你的恩典慈爱就护卫着我们，围绕着我们，让我们享受在主你的平安里面。谢谢主，我们要将一切的尊荣归给你，赞美归给你，称谢归给你，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心的事将要成就，心的恩膏，心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称赞我们神为高。心的事将要成就，心的恩膏，心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是的，神，这是你所定的日子，你要做新事，新事也都要成就。我们要充满盼望，来迎接你赐下的荣耀。你是做新事的神，我要向你唱新歌，恩典怜悯，每天都是新歌，新旧新皮带，每天要吃下。你是做新事的神，我要向你唱新歌，恩典怜悯，每天都是新歌，新旧新皮带，每天要吃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膏，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称赞我们神为高。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是的，主，是你才能使一切都更新。谢谢你让我们，即便这个人是很久以前出生的，但我们因着主你的救恩，因着主你的爱，你的怜悯，使我们每一天都可以是新的，就像我们的日子一样。主啊，现在是黑夜，但主啊，过不了多久，主啊，那黑暗又要出光明，那白天就又要来到。主啊，每一天24小时之内，主，我们都一次又一次来经历那个新。
新的日子，新的恩典，新的力量，新的盼望，新的诗歌。主，我们更有你新的眼光。主，我们献上感谢，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我们来用神的眼光，我们来感谢感恩。恩这个字很奇妙，就是我们要先有心，因为恩就是因为因神你活着，因神你让我们的心可以有不一样的看法，我们有新的眼光，我们有新的作为，我们有新的境况。即便像以斯帖记9章之前所遇到的许多困难，许多危难，就将要被灭绝，但我们这一位神真的很绝，总是在那个人看为不可能那尽头的时候就翻转。感谢神，唯有神是这样子大能大力的哦。我们的心如果因神的作为，我们来想，我们来纪念，我们来想起过去我们那不好过的日子怎么走到如今的呢？那么我们就不会忘记神在我们当中的恩典，好不好？我们就来读以斯帖记9章28节，我们一起来读，请。各省各城，家家户户，世世代代纪念遵守这2日，是这普尔日在犹大人中不可废掉，在他们后裔中也不可忘记。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亲爱的弟兄姐妹，恩惠在这里有看到吗？恩惠都有一个心，其实一切都决定在我们的心。我们这个人，这个机器，我们真的会一天一天的衰弱衰败，但我们的心却可以一天经过一天，因着这一位更新的神，只要我们愿意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现在所看的一切的困难，因着我们感恩神的恩惠，那么我们的看法，我们的心情，我们的处境，我们所遇到的都会不一样。即便像诗人刚才游牧师所读的诗篇56篇，诗人知道他的仇敌要捆绑他，要埋伏，要来窥探他的脚踪，要来害他的命，要来害我们的命，但这位神他要救拔我们。这诗人说，我几次流亡你都记述。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几次流亡，我们几次在那个困境中，我们的主都帮我们记下来，我们哪有不记下来神给我们的恩惠呢？我们哪有不感恩神给我们的每一次的恩典呢？诗人还说，求你把我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这不都记在你册上吗？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正在流眼泪，如果你真的是哭到没声了，台语说哭到没声，那么这个时候就是感恩的时刻，好吗？我们来见证这位神过去怎么带领我们，那么现在及未来我们的神就要怎么来带领我们。我们一起开口来感谢主的恩典。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主啊，你的恩典何等的大！主啊，你聚集我们，主，我们就是要来数算，我们就是要来想起。主，我们人会忘记，但主你不会忘记，特别是我们在那苦难中的呼求，说主啊，主啊，救我们！主啊，你每一次都回应我
我们。主啊，只不过主你的回应，主有时候是我们想象不到的。主啊，我们每次在你面前的眼泪，主啊，你都用那个皮带把我们装起来。主啊，你每一次在我们求救的时候，主啊，我们的仇敌就转身退去。主啊，你帮助我们。主啊，这是我们所知道的。主，我们依靠你。主，我们要来赞美你的话，因为你的话是大有能力。主，我们依靠你。主，我们要来赞美你。主，你的话语使我们有力量。主，你的话语一次又一次来坚固我们。主，我们依靠你，我们来赞美你。我们都通过主你的眼光，主，我们就不害怕，因为主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惧怕就不在。人能把我们怎么样呢？主啊，谢谢你，我要向你献上感谢。主啊，我们许的愿，主，我们献上感谢的祭，主，我们要献给你，因为主你救我们的命脱离死亡。谢谢你救护我们的脚不落入那仇敌中，不跌倒。更重要的是，主你使我们的生命可以行在光中，因着你是光。主，你在我们面前来引导，来带领我们。谢谢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感恩，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膏，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称赞我们神为高。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膏，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称赞我们神为高。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命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圣洁贵重的器皿，你丰富恩惠必充足浇灌我，使我瓦器里充满莫大能力。再一次将自己献上，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主圣洁贵重的器皿，你丰富恩惠必充足浇灌我，使我瓦器里充满莫大能力。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
随耶稣，跟随耶稣，爱我的主，我爱你，耶稣。跟随耶稣，爱我的主，我爱你，耶稣。再一次高举双手，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主，我们要赞美你，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你生命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你生命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接下来我们要为我们所犯的罪，我们要来向主认罪悔改。我们一起来念上面这段经文：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在这个礼拜当中呢，我们可能会有一些情绪，可能会有一些事情是我们所犯的罪，这些也是神不喜悦的。或许我们可能没有感受到，我们不知道神不喜悦了，但是呢，我们要向神来认罪悔改，因为这些事情不是他所喜悦的。那我们不只要认罪悔改之外，我们也要做出改变。那我们一起来向神来祷告。现在主耶稣，主啊，谢谢你，主啊，让我们在这时候向你来认罪，主啊，赦免我们的罪，在这个地方赦免我们的情绪，我们说，赦免我们靠自己在夸胜，靠自己在夸胜。我们所领受的其实都是神的恩典、你的力量、你的能力。那有时候我们就是靠着我们自己，夸耀我们自己。求你赦免我们，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主啊，我们所行的、所说的、所做的心思意念不合神心意，求你的姐妹来赦免。亲爱的上帝，主啊，我们要来向你做认罪。主啊，或许我们有一些情绪，我们做了一些事情，主啊，是不合你心意的，主啊。但是你在我们出生之前，你就用你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主啊，你也赦免了我们的罪。但主啊，我们不是只有向你认罪悔改，主啊，我们也要做出改变，我们要活出你荣耀的呼召，主啊，求你亲自来带领我们，来慢慢的改变我们，让我们在这些错误的事情上，我们能够离他远去。我们也要在你未来给我们的事情上，主啊，我们能够跟随你的心意。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弟兄姐妹，我们要进入到这样的一个代求，恳求神来施恩赐福在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特别是我们肢体在软弱，何时软弱？当我们同心合意为他们祷告祈求的时候，神的同在，神的医治。我看到 FB 有弟兄姐妹 po， 可能他们的亲人今天是出院的，透过一些的治疗，可能有在这整个过程当中有害怕、有担心、有埋怨，但神总是像刚才的经文说，他蛮有慈爱、蛮有怜悯哦。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神真的是美好的神，所以我们要特别是在我们身心灵当中，我们求神来掌权邀请他做你的灵、思想、情感、意志、身体的主，
这是代表掌管你的全人心思意念，因为他愿意赦免，他愿意医治。所以弟兄姐妹，碰到这些困境的时候，不要一下子就埋怨。但是我知道神容许你埋怨，因为我们真的很软弱，所以我们恳求神在我们埋怨软弱的时候，也能够赦免我们。当我们第二个愿意饶恕的时候，愿意饶恕哦，就是我们愿意饶恕，其实神就透过这个饶恕的过程当中来医治释放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病是因为我们不饶恕，因为我们的怒气，所以我们恳求神的灵来光照我们，启示我们，我这个病痛是从哪里来？是要试验我的信心，或者是因为我自己的罪所导致的，有几个方面哦。所以我们每一次碰到这些困境的时候，我们可以思想，神啊，这个是因着我自己所犯的错来导致的吗？或者是因为要在我的身上要来彰显，要来荣耀你的圣名，要让人看见神你的同在，你的医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一起来用主的话来宣告，进入到我们的代求哦，一起来。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我在预备这一段的信息或者是祷告的时候，有一种感动，就是用诗篇103篇来带我们进入到神的同在，还有神的医治哦。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这个就是带来医治很重要的一个前提哦。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因为他用他的仁爱慈悲来成为你的冠冕，就是我们可以在经历过后之后，我们可以来赞美，来敬拜他哦。我们的神在听你的祷告，你知道，我们神在知道你正是可能在那种愤怒或者是拒绝或者是软弱的时候，他依然在听你的祷告，他依然在陪伴着你，容许你有这个过程，但是不要只停留在这过程。弟兄姐妹，不要只停留在，要超越，就是说让我们能够进入到他的医治里面，他的赦免里面哦。他如果赦免我们，我们赦免别人，这样的一个医治的管道就被打开。所以我们恳求神，第一个就是说，求上帝医治的大能透过你的祷告彰显出他的能力。所以弟兄姐妹，不要小看你的祷告，你知道吗？不是只有牧师或长老祷告比较有力，而是信的人有什么神迹奇事随着他。所以表示说，你相信这位主，你的祷告就有充满能力，充满的大能。第二个，我们看到在整个病痛的过程当中哦，陪伴的人真的是不容易。我们特别要为这一些的家人来祷告，可能他们要忍受这一些患者的怒气，或者是这样的一个不好的脾气哦。所以我们恳求主来帮助，让我们能够在照顾的过程当中，依然能够体谅、包容的心哦。第三个，我们要祷告，就是说，求圣灵来释放我们，让我们被捆锁的心能够得着自由。上帝的灵在哪里？他应许说，哪里就有自由，哪里就要得着释放。好不好？我们特别为这些在住院的也有确诊的比较严重要住院这样哦。那我们要为他们来祷告，特别在安养的，在整个慢性病的过程当中，真的很不容易。我们恳求神给他们有耐心、有信心。常常在宣告，主借着医生的手来医治，让那些药少副作用，并且有功效哦。那我们要为这个在哪里软弱的，我们奉主的名捆绑命令离开，然后祝福他。主医治的大能，他需要什么？平安，他需要盼望哦。我跟一对夫妇礼拜天呢，然后这个慕道的可能
常常失眠了，我说你来就对了哦。然后有机会能够跟他聊，跟他谈。我们的姐妹也鼓励他哦，来，你来教会哦。那上帝的话能够帮助他们哦。圣经也告诉我们说，神所爱的要让他安然怎样好睡啊。所以上帝的话语里面带有应许，你知道吗？当他们宣告主的话，能够带来这样的医治。弟兄姐妹，开我们的口，你知道有哪一些，包括你自己的病痛，我们奉主的名，在线上的弟兄姐妹，你也举起你的手来，按在你病痛的地方，我们奉主名一同来祷告，一同来宣告主医治、主的释放、主的自由，在你的心里，在你的身体，在你的五脏六，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来，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主，你是耶和华拉法，是医治的神，你医治我们，医治我们的心灵，在心灵里面灵里受伤的，主奉你名，你来捆绑这些搅扰，让人能够睡不着，让人在这样的一个哀伤，在这样的忧心丧志的过程当中，我们奉你名来祝福，除去他们内在心里面的一切的这些的捆绑，释放他们灵要得自由。主，你的圣灵在哪里，哪里就得自由。主啊，我们要奉你的名宣告，用信心来进入到你的医治，进入到你的释放。谢谢主，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来征战的时候，主你就差遣你的食物来护卫着我们。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同心合的祷告那个能力超越了这一些黑暗权势的这样的营垒。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赐给信的人有神迹奇事来发生，就是我们用信心来相信、来信靠的时候，主你的能力就超越这些困难，进入到我们的灵里面，进入到我们的病痛里面，除去那些不属神的那些的不好的细胞离开我们的弟兄姐妹，让那一些忧郁的，让那一些捆锁我们弟兄姐妹，让他们晚上觉得困扰睡不着的，奉耶稣的名命令捆绑这些搅扰、这些困扰、这些忧郁、这些不安，完全离开在他们灵里面。主啊，你所爱的要让他们安然好睡，你所爱的你就为他们来承担这一些的担忧，这一些的烦恼。主，我们奉你名恳求你来医治，特别现在在医院里面那些需要面对他们的疗程，面对他们的可能这些的病菌捆锁的，奉主的名，你医治的大能就除去那些的病菌。主啊，透过医生所开的药，除去这些副作用，能够有功效。愿主的同在带我们能够进入到你的自由里面，释放我们的弟兄姐妹身心灵要得医治，灵魂体要得兴盛。在线上的，当他们举起手，他们按在他们病痛的地方，主啊，无论是哪一个部位，眼睛，主啊，他们的这一些的肢体，他们的手臂，他们的这些腰他们的脚，主啊，奉你的名医治的大能，现在就充满在他们的灵里面，充满在他们的这病痛的这部位里面，释放他们，让他们能够得着完全的医治。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Amen。 感谢主我们要继续为了我们的国家来祷告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国家的处境但是神如果怜悯我们、护卫我们，如果有这些的基督徒起来为着国家来守望、来祷告，我们才能够平安度日。好吧，我们一起来读上帝的话语一起来。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听从他命令，成全他旨意。有大能的天使都要称颂耶和华。你们做他的诸军，做他的仆役，
行他所喜悦的，都要称颂耶和华。你们一切被他造的，在他所治理的各处，都要称颂耶和华。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感谢主，上帝掌管天地万有，每一个国家都在他的手中，都在他的权柄底下，所以我们被造的都要来称颂这位神。弟兄姐妹，我们可能在等待的过程当中，我们很着急，可能我们在我们每一天的日子里面，我们都看见好像有好多的困难，但是我们看到神依然都保守看顾我们台湾，怜悯我们我们特别继续为土耳其这一些地震所带来的伤害我们看到这个地震还是不断还是不断，最近还是有5点多的6级这样的一个地震那保守看顾让他也是他们的神的子民来保守他们在灾后的这个重建。我们也特别为了我们台湾的国家人民安全经济的复苏我们特别为陈建仁弟兄他所带领的这个内阁的团队能够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那我们最近之后，我们新的防疫的这样的一个新制要上路嘛那大概3月初，校园就开始陆续开放这个不戴口罩，但是我们恳求神来保守看顾，前2天都是降到10000例以下嘛，今天又稍微恢复在上万一点但是我们看到整个疫情慢慢的这样缓和，我们恳求神特别是连假过后，这疫情能够得着控制那我们也知道最近南部开始在稍微缺水了缺水，我们也特别为了神怜悯求主来赦免，因为我们知道最近都是什么消妈咒都是在这样绕境每一次你就会看到说当这一些的过程就会看到有一些的限制，或者是这些的困境，这些灾难所以我们恳求神来怜悯，让我们的百姓能够认识他是掌管万有的主。弟兄姐妹，我们就开口同声来祷告，开口同声来为我们的国家来守望来祷告，开你的口来祷告，来，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恳求神施恩赐福在我们当中，怜悯我们，怜悯我们的国家，怜悯我们的百姓，怜悯我们在这块土地，我们要面对许许多多的困难我们恳求神来怜悯我们，赦免我们拜偶像的罪，求主来施恩赐福在我们当中来掌权。主也特别让我们在面对中国武力的威胁每一天这样的一个搅扰，我们恳求神他透过可能农产品，透过一些的经济的手段，透过武力的手段在恐吓。主只有你能够赐下永恒的平安，赐下你的平安给我们的百姓，知道你是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保护看顾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能够得享平安。谢谢主，谢谢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主，谢谢你先爱了我们，谢谢你爱台湾这个国家。主，若非有你的爱，我们不会有马偕医师；若非没有你的爱，我们没有办法在伤痛当中，仍然能够看见有一群民主的前辈为这块土地付出他们的爱，付出他们的性命。主，若不是你的爱，我们没有办法彼此互相原谅。主，只有你的爱能够医治台湾。主，我们台湾需要你的爱。主，台湾是你的。主，你的眼光造义人也造不义的人。主啊，求你怜悯台湾这块土地。我们拜偶像，我
妈祖绕境，许许多多的人不知道来认识你，甚至知道你的也悖逆的景象，不承认你。主，求你怜悯台湾这块土地，医治台湾这块土地。主啊，求你高举你属意的这些政治的领袖，如同我们的陈建仁的行政院长。主啊，求你高摩他，求你使他的脚被高举，求你他按照你的心意行公义，好怜悯，谦卑的与主你来同行，不是为了自己的权势，不是自己的名声，而是单单爱这块土地的人民。因为主，你先爱了我们，我们才能够将这份爱去给予我们的同胞、我们的弟兄。主啊，在土耳其，主啊，虽然那是遥远的国家，但主，我们需要主耶稣基督你的爱，我们需要你的仁爱、怜悯的心。主啊，你说怜悯人的必得连续。主啊，我们若没有得着你，我们若没有你圣灵的同在，我们没办法去感受到那些在受伤的人、失去家人的痛苦。但主，我们有我们自己爱的家人，我们有我们自己爱的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有爱的国家。主，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按照我们的信心、盼望、能力去爱我们自己的家人，爱我们的教会，爱我们的国家，能够在我们自己的岗位当中遵行你旨意。主，求你怜悯台湾，帮助我们从你得着从你来的信心盼望。在后疫情的时代，主啊，我们常常在这3年多中，我们失去了盼望，我们失去了信心，我们失去了那个喜乐的心。但主，你是叫我们要常常祷告，要凡事谢恩，要靠主你喜乐的人。主，求你帮助每一个在台湾的属神你的百姓，我们起来祷告，我们起来寻求你的旨意，我们来靠着主你常常喜乐。求你让我们借着我们手所做的，帮助那些不是看顾我们自己的事，也要看顾众人的事。当我们手里的做的事情，在我们的家中，在我们的职场，在我们的社会当中行出你要我们行的公义的时候，主啊，台湾是你的宝岛。主啊，我们的台湾要被你保护，因为我们的帮助是从你这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们不靠车，不靠马，我们只靠万军之耶和华，方能成事。谢谢你，谢谢你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谢谢主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谢谢亲爱的圣灵帮助我们祷告。感谢赞美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阿们。弟兄姐妹，我们要继续来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神透过教会来施恩，在这个世代，在这个城市。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彼此成为小组，成为团契成为一个教会彼此成为肢体，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因着他所赐下的圣灵，来让我们同感一灵。因着他赐下的这样的救恩，透过教会，让更多人知道说，原来他们可以成为荣耀盼望的子民，他们可以成为有永生的这样的一个子民。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既然得着了，我们要为了教会来祝福、来祷告，让教会能够被兴起来，让得救的人来天天加给教会。神来施恩，让这个管道能够荣耀他，能够使人得益处。所以我们要一起来读上帝的话语，在腓立比书2章1到4节，一起来。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感谢主，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心肠，从他的眼光，从他的内在，他的怜悯，我们如何
来彼此来就是彼此来祝福。所以弟兄姐妹，这段的经文讲得非常的好，就是看见神的心意，而取代了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也恳求主，过去我们都是自私的哦，我们只是为了自己求，为了自己的事情。但是这里说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所以教会透过教会神正在做奇妙的事情，神在做改变这个城市，改变这个社区，改变人心所想的价值观。恳求神来帮助我们，透过每日的单独会主，让我们跟神之间的连结哦。上个礼拜为着我们的鼓舞班大概第一批我们为他们来祷告。那透过社区这样的一个管道，他们进到教会哦。现在牧区承接，我们的宣教的意向就是双福嘛有福利，有福音。当他们来学习就是福利嘛牧区进来把福音带进来，所以感谢主上个礼拜我们透过小组长带领，那牧师带这些鼓班的他们一起开口决志我就邀请他们，你需要这样的智慧吗？我们为他们祝福。当他们开口宣告的时候，你知道吗？神就在做工同工在担心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带他们决志。我说感谢神，神的时候有他的时候，有他的时间。所以就是有一个感动，带领他们透过这些神奇系列的布道让他们的心被敞开柔软他们的心。所以我们接下来也为着什么？还有什么？好声音，还有什么？体适能，还有儿童的鼓舞，还有呢，我们也要预备的桌球班。我们有这些爱幸福讲座，我们松大开学，我们透过这一些的牧区进来，社区牧区，我们一起来经营神的国度。我们恳求神来帮助。所以弟兄姐妹，你是要用徛在遐做应的代志还是你是有领受这样的一个呼召？你可以参与在不一样的事工里面，你也可以成为一个祷告的人，好不好？我们一起站立起来，我们一起来开口来祷告。我们为着每一项都是神要成就，透过每一项的管道，神要把人带进到他的面前。所以神要用诸般的智慧把人带到他的面前，同得福音的好处。开你的口，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为我们的小组，为我们的牧区，为我们的社区，为我们所做的，为了就是要荣耀神的圣名，为了使人能够得着这样的灵魂的拯救，我们开口同时来祷告。来，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施恩赐福下来在我们当中。主啊，使用你的教会，开启这样的一个拯救的管道；主啊，开启祝福的管道，开启这样的一个施恩的管道，开启这样的一个盼望的管道，开启永生的管道。透过教会，给予这些社区的朋友，让他们知道主你爱他们，让他们知道他们可以领受从你属天来的智慧，他们可以能够进入到你永恒的平安，进入到你永恒的盼望，进入到你永恒的救恩里面。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施恩下来，住下来，让你的教会能够大有能力，祷告有能力，传福音有能力。主啊，我们奉你名来恳求你施恩赐福在他们当中。谢谢主，谢谢主，哈利路亚。让我们能够借着祷告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也愿主你真的是让我们能够每一天都能够从你的话语来领受你的心意，每一天从你的话语中得着能力，每一天从你的话语中得着恩典，也让我们能够成为帮助我们肢体的那个力量，
在我们小小组当中跟属灵伙伴的分享，主啊，我们就透过彼此的分享，更多的来认识你。主啊，我们也在这新的一年、新的季节的时候，主啊，我们有新的服事、新的事工要来展开，求主你掌权，看顾我们，带领我们，在这当中为我们来预备同工，为我们来预备要来到我们当中的人。主啊，你就透过我们的服事，让更多的人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来到你的殿中，来认识你，来经历你。主啊，愿主你保守看顾我们，无论是在社区的课程、松大的课程、爱幸福的讲座、Passion 的各样的活动，主啊，对各个年龄层的活动，都是为着要让更多的人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求主你使用我们，求主你来使用我们每一个人，也使用来到这些活动、这些课程当中的每一个人。我们在这当中就会要来经历你的恩典，经历你丰盛的慈爱，经历你的应许。主啊，求主你来帮助我们。我们有看见这个需要，我们也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服事，可以帮助更多的人生命得着建造，得着翻转，得着更新。主啊，也求主你让我们在服事的时候，我们就先来经历那个更新。主啊，感谢赞美你，感谢赞美你，真的是让我们能够透过祷告，透过敬拜，透过我们的服事，我们就来经历你。感谢赞美你，求主你更多的使用我们，形塑我们，成为合神你心意的器皿，成为更多人的祝福，成为这个社区的祝福，成为台湾的祝福。主啊，感谢赞美你，我们将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要欢喜快乐。话说定日子，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耶和华已战胜仇敌，战胜仇敌，全地大声欢呼。这是耶和华所定日子，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耶和华已战胜仇敌，战胜仇敌，全地大声欢呼。耶和华是我力量，我心中一切的盼望。耶和华是我的诗歌，又是我的拯救。神子民行走全地，把好消息宣告你的名。高举的神的旌旗，我们称谢你，是我神。来，一起拍手来。这是耶和华所定日子，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耶和华已战胜仇敌，战胜仇敌，全地大声欢呼。这是耶和华所定日子，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耶和华已战胜仇敌，战胜仇敌，全地大声欢呼。耶和华是我力量，我心中一切的盼望。耶和华是我的诗歌，又是我的拯救。神子民行走全地，把好消息宣告你的名。高举的神的旌旗，我们称谢你。是我力量，我心中一切的盼望。耶和华是我的诗歌，又是我的拯救。神子民行走全地，把好消息宣告你的名。高举的神的旌旗，我们称谢你，
我神，我们称谢你，我们称谢你，你是我神，我们称谢你，你是我神。拍手将荣耀归给我们这位爱我们的神。主，我们称谢你，因为你是我们的神。主，我们要赞美你，因为你是掌管万有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垂听我们的呼求的神。主啊，赐下你的应许，赐下你的医治，赐下你的平安，赐下你的盼望。让我们一起来经历，当我们同心合意祷告的时候，就有奇妙的事、神迹的事要发生了。谢谢主，谢谢主。今天晚上的敬拜，愿你悦纳；今天我们晚上的祈求，愿你来垂听，赐下你的怜悯，赐下你的力量，赐下你一切的丰富在我们当中。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感谢主哦，再次拍掌将荣耀归我们主。好，请坐啊！愿主的同在啊，让你经历到圣灵的大能。我们彼此来祝福。